A 级防护服主要外层穿着气密式连身防护服，内穿载空气呼吸器，提供其人员作业时呼吸之防护，以及外层气密式连身防护服具有抗化、抗酸碱腐蚀。的话是针对 A 级，最主要针对位置的一个环境的状态下，我们会选用 A 级的防护服。那 C 级的防护服，因为在我们在执行这个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消毒的作业的时候，其实就评估来讲就已经足够使用了，所以我们会选用所谓的 C 级防护服。国内目前为止有什么情况是A 级是有派上用场的？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位置的环境中，我们评估它可能有缺氧的可能，或是它的这个所谓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，这个我们会选用 A 级的防护服。说有没有实际案例？最近一次 A 级的派在实际用途的时候，大概是？我们目前来讲最近的一次的话，就是民国89年有一个中正大学的一个实验室的一个意外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因为有请求国军来实施一个救援，那我们这时候就有穿着 A 级的防护进到灾区的现场。然后